下客運建安喜福運吳秀妍新竹燕府橋鄉人運中年等係海陸強書寫本樣片係用絲煙強語音合成。嘅本日叔伯姊妹問記。原來嘅特產日有分5,000喎。佢講，唔是嘛，本物嘅錢，我唔拿其他嘅錢，我自家有所費，唔是。也愛係指倆生人嘅農夫也，做子嘅愛好好供養，下200張會有福報，那也冇嘢本。唔是唔好客氣，家家敢牢記拿起來，唔可以啲，唔數過有錢，總有平安。叔伯姊妹大聲老記講，下老夫也叔伯姊妹無實在念佛，讓我按樣講。係啦，人都一隻衰事，總係有多少病痛，像腰骨痠軟。牙齒痛、三高、糖尿病，甚至中風、失智、癌症種種不幸，第一驗度錄到歷轉。也兩時前有人當重要，不過係講無自意減生，無親人弟孫頭照顧，唔敢會感覺到完全平平安安。嘅後生人咯，要到爭出社會。頭路蠻按好勢，有到身體無按度好，驚也愛啲微笑，自家啲我輩點點嘅唔敢辛苦，甚至有到啲我輩病嚟幾十年，雖然權欠10萬，不過天公伯唔赦，都咪還係兩頭空嘅未當到，嘅係平安無惱，嘅又係唔係幸福呢？佢老叔伯姊妹講到前人生無帶來，轉咩無帶去，人生在世，做也愛為人之母，係一種緣分，一種幸福，時時無相樣。也下人大體有讀過書，做事待人愛明理。愛曉得體諒後生人在我輩生活嘅壓力，唔好同阿多事啲嘅老人啲乜嘅，萬人嘅子女本佢也愛幾多幾不切，愛比博下太小小，無病無痛，唔是牽腸掛肚。總講啊，唔管子女係在我輩識頭路，做事業。也係減定富生順，也愛子女一目人康康健健，天天歡歡，唔是啲嘅乒乓吃茶，上蘿蔔結。一個家庭大細，種下下，和鬧鬧，無仇無利，就係真實嘅財富，也真係福報。搶同牙沙嘅前堂，技巧才學不溜溜，講到蘇當嘅調誒，都會本奇怪下來。其實佢老叔伯姊妹兩沙一記來一記去，講100句，咩係50種。兩沙講嘅其實平係，見安就係福。叔伯姊妹談了後應講，平安係福，當真有樣。神蒙太自家嘅書看本樣片係講下按生氣拼圖製作，而因做得合成特別愛感謝下維護而因資料庫，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工智慧而因研發中心嘅開發通知員，還有國立聯合大學台灣客語翻譯內容。神蒙按自細有中意搶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